后来，这个国军兄弟透暝来开出一条临时的航道，渔民上界挂心的出海的问题，总算是顺利来解决。有袂少的渔民一透早就伫安检所排队，还佫有为屏东东港来闪风台的渔船，嘛希望会当赶紧转去。 真无简单，船啊总算会当出港啊！新经发68号秋头休，下午9点通过跨港大桥。刷来咧，永丰36号嘛顺利通过。一透早，渔船啊就已经伫安检所的边啊，一只排队，希望会当伫第一时间出海。不过，大家心内也是感觉呢惊惊，有不安的感觉。真惊喏！是啊讲，规只拢去东寨啊，来去弄着咧。 港内也有袂少渔船啊，是对屏东东港出发来遮避风台，所拄着意外。那差不多今日出去，才生活无去了。因为临时航道安全限制，12公尺宽，水面上的悬度11公尺，水深是5.5公尺。官府派出档位较大，宜安6号做基准，让渔民一看就清楚。我们还先倒退了一下子，为了让把这个船身取直，然后顺利经过这个航道。 这只船有17公尺悬，挖进跨港大桥，就差一点点啊！船也是无法渡出去，只有搁再退回港来。希望呢这些渔船呢能够安全。如果这个高度超过了我们这个宜安6号，就不能通行。那呢，刚刚上面有差不多1尺1公尺。宜兰县长林姿妙伊嘛亲身来到现场监督，嘛感谢国军无暝无日的辛苦。